一星期一次帶你行勻全個沙田，沿住城門河一直向源頭行。究竟最上游係點嘅呢？今時今日為人所知嘅，大約就係呢4個美字開頭嘅屋邨，包括上次行過嘅美林村，仲有美城苑、美松苑同埋美田村。河道嘅對面就係香粉寮村。據講當年咧，村民係利用城門河嘅水力咧，就將香木磨成粉嘅，所以就係出產香木粉嘅寮屋區啦。行到城門河嘅盡頭啊，有一條上斜嘅山路，係通去下城門水塘嘅。我哋上到嚟下城門水塘嘅水壩，企喺成個沙田嘅最邊陲，可以睇得晒大圍南部嘅景色。唔知大家鍾唔鍾意行山呢？咁我哋下一集再行下另一個水塘啦〜